大姨媽遲遲唔嚟，係咪懷咗孕呢？其實咧唔一定㗎。女性月經推遲咧，一般咧就有兩種情況嘅。咁第一咧就係大姨媽推遲1週左右唔嚟，咁呢個時候咧，好多人咧都會擔心同埋焦慮，係咪懷咗孕呢？係咪有咩婦科病呢？其實咧，只要你冇咩其他嘅氣質性嘅病變咧，咁月經週期喺21到35天左右嘅咧，都係屬於正常嘅，唔使自己嚇自己。咁大姨媽咧推遲咗半個月都唔嚟咧，咁呢種情形咧就要引起重視啦。如果咧你最近有性生活，而且咧冇避孕措施嘅話咧，咁咧就要恭喜你啦，有好可能係懷咗孕。咁大家咧就可以去買嘅早孕試紙測試一下。咁如果咧你近期冇性生活嘅，又或者咧測咗係冇懷孕嘅，咁最近咧容易經常發脾氣發猛疹經常咧為咗些少嘅事咧就同另一半咧大吵大鬧。咁經期咧偶爾咧仲會有啲小血塊，咁呢種情形咧就好可能咧係你嘅血虛氣滯導致嘅。如果經醫生辨證後咧，就可以參考使用呢個調經補血丸嚟對症調理。咁呢隻藥咧係由鸚鵡草啦、熟地啦、木香等9味藥組成嘅。咁佢有調經補血利氣嘅作用，大家記低未呢？